大家好，歡迎嚟到字裏行間，我係 William。今日我哋會繼續講《思考致富》呢本書。喺講之前，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哋想唔想變得有錢啊？我諗大家都會答想啊。咁但係點解你哋仲未變得有錢嘅？William 唔係嘲笑緊大家，我係好認真問呢個問題嘅，因為希爾喺書入邊講，想要同埋渴望係完全唔同嘅兩件事。如果你想要一杯咖啡，你係唔會為咗一杯咖啡特登喺打風行1粒鐘走出去買嘅。但係如果你嘅小朋友病咗，你渴望揾到一個好醫生，你會喺颱風嗰日走勻成個城市。呢個就係想要同埋渴望嘅分別。想要係被動嘅，可有可無；渴望係主動嘅，唔達到目的誓不罷休。希爾話，所有偉大嘅成就都係始於一種熱烈、執着、近乎瘋狂嘅渴望。希爾喺書入邊提到一個歷史上嘅軍事策略，好多偉大嘅將軍呢都使用過。一位將軍帶住軍隊搭船過河，去攻打一個強大嘅敵人。當啲士兵登上陸地之後，將軍呢落咗一道非常震驚嘅命令，就係將所有嘅船全部燒毀。咁啲士兵就眼望眼啦，冇晒船，冇晒退路，輸咗咪就係死路一條。但係將軍就話啦，而家我哋只有兩個選擇，一係就打贏，一係就死。結果呢，呢支軍隊以少勝多，打贏咗一場呢，所有人都認為唔可能打贏嘅仗。William 睇到呢度，雖然本書冇講，不過我估佢係講緊中國項羽破釜沉舟嘅故事，咁就當係破釜沉舟先啦。咁點解破釜沉舟呢個故事最尾可以打贏嘅呢？因為當時候所有嘅士兵就會諗，原本我係希望可以贏，變成咗我而家必須要贏，由佢哋想要變成渴望。咁大家可能會問，我哋又唔係打仗，講啲乜嘢燒船，講啲乜嘢破釜沉舟啊？其實喺我哋嘅生活入邊，有好多燒船嘅時刻，亦都有好多破釜沉舟嘅時刻。譬如啦，有啲人辭咗份穩定嘅工去創業，呢一種就係破釜沉舟。有啲人公開宣布自己嘅目標，俾所有朋友都知道，呢啲都係一種破釜沉舟。因為呢，講咗目標之後做唔到，個個朋友都笑你，咁你就會好瘀噶啦。亦都有啲人將所有積蓄全部投入喺一個項目，呢一種都係破釜沉舟。其實破釜沉舟唔係魯莽，而係一種心理策略，就係等自己冇退路，冇咗嗰種算啦，不如放棄嘅選項。希爾喺書入邊呢，提出咗一個具體嘅方法，就係將渴望轉化成為財富。佢叫之為點石成金6步驟。第一步，你要確定你想要得到嘅確切金額，並唔係諗我要好多錢，而係要好具體嘅。譬如啦，我要喺3年入邊賺到100萬港幣。第二步，決定你願意付出啲乜嘢嚟換取呢筆錢。大家都知啦，天下間冇 free lunch 噶，你要俾出啲乜嘢？時間、技能、服務。第三步，設定一個明確嘅日期，譬如我要喺2027年12月31日之前達成呢個目標。第四步就係唔理你準備咗未，你一定要立即去擬定一個具體計劃，開始執行。第五步，將頭先嘅4點清楚咁寫低佢，成為一份書面嘅宣言。第六步，每日起身或者臨瞓之前，大聲朗讀呢份宣言。當你朗讀嘅時候，你要睇到、感受到、相信自己已經擁有咗呢筆錢啦。大家可能覺得呢啲步驟好奇怪，仲要大聲朗讀，咁唔係自己呃自己咩？其實呢啲背後都係有心理學嘅根據。當你反覆大聲咁讀出一件事，或者講出一件事，你嘅潛意識就會將佢當成係事實。
你嘅注意力咧就會被吸引到嗰啲可以幫助你實現目標嘅機會同埋資源上邊。呢啲唔係魔法，而係一種專注力嘅訓練。我哋而家做嘢都好中意留有後路，即係我哋所講嘅 Plan B。譬如啦，如果我哋創業失敗，我仲可以翻去打工，咁翻去打工咪就係 Plan B 咯。如果呢段感情唔得，我仲可以有後備喎，即係好多人都有騎牛揾馬嘅心態噶嘛，係咪？咁騎牛揾馬咪即係其實有 Plan B 咯。咁樣聽起嚟好理性、好安全、好保障。但係希爾就話啦，正正就係呢種留有後路嘅心態，令到你嘅 A 計劃永遠都無法全力以赴。當你知道仲有 B 計劃嘅時候呢，你嘅大腦遇到困難嘅時候，就會靜靜咁同自己講：算啦，不如去執行 B 計劃啦。所以嗰啲真正成功嘅人，往往就係將 B 計劃燒毀嘅人。所以往往成功嘅人都係將所有退路全部切斷，等自己只有兩個選擇，一係就成功，一係就係毀滅。相信大家都知道邊個係世界首富馬斯克，佢一個故事都係非常令人深刻。大家知道佢除咗係搞汽車之外呢，都仲會搞火箭嘅。咁有一次佢嘅火箭升空發射失敗，咁又燒咗好多錢啦。當時嘅媒體咧就諷刺佢係世界上最昂貴嘅煙花。嗰個時候佢面臨住兩個選擇，一係就放棄，一係就重新再嚟過。當然佢選擇咗繼續堅持，但係眾所周知，發射火箭呢係極度燒錢嘅玩意。嗰個時候佢已經冇足夠嘅金錢再發射多一次火箭啦。咁佢點做呢？佢就叫晒佢啲員工嚟開會，就同佢哋講，公司希望咧可以再發射多一次火箭，但係我已經冇咁多錢啦。我將會變賣晒自己所有嘅資產，包括啲車啊、樓啊、股票啊、公司啊等等，去籌集呢筆資金，再去發射多一次火箭。但係呢，我只係賣晒我自己嘅資產，都唔足夠去令火箭升空。所以啦，佢又再同員工講咯，希望啲員工咧都可以支持佢。咁佢叫啲員工一樣要變賣埋自己嘅資產，甚至唔出糧，先至最後夠錢去資助佢哋做第二次嘅升空。其實呢件事真係好瘋狂，大家諗下，即係 Elon Musk 做佢自己嘅事業，佢自己變賣自己嘅資產去完成，咁無可厚非啊，係咪？佢自己破釜沉舟。但係佢竟然都令到佢公司嘅同事同佢一齊破釜沉舟。呢件事嘅結局，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佢最後嗰次呢個火箭升空就成功，亦都因為呢一次嘅成功升空，令到佢賺咗好多好多嘅錢，成功翻身。其實破釜沉舟嘅故事都好多，我哋唔好講咁遠啦，我哋講翻近少少我哋嘅地方，我哋講日本。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打遊戲機嘅？咁 William 咧細個都好中意打遊戲機，其實而家都中意打，不過唔係咁多時間。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隻遊戲咧，叫 Final Fantasy， 咁啊出咗好多集噶啦。相信咧有打開機嘅朋友咧，都應該聽過呢隻 game，因為都係非常之出名嘅。咁呢隻 game 關破釜沉舟咩事呢？時間去到1980年代，嗰個時候日本有一間電子遊戲機公司叫做 Square。1987年。呢間公司面臨破產嘅邊緣，當時候佢哋嘅董事長板口博信決定將所有嘅資金投放去做最後一款遊戲，並將佢命為 Final Fantasy， 即係我哋中文譯成最終幻想，意思就係如果失敗就會退出遊戲界。當然啦，呢個作品一推出之後大受歡迎，全球銷量突破110萬套，成功挽救咗公司。由於 Final Fantasy 嘅成功得以挽救公司，所以呢隻遊戲亦都得以延續。Final Fantasy 系列咧，去到而家應該就出到第10幾代噶啦。William 本身自己玩過第7集、第8集、第9集，咁都好多年前啦。嗰時啲畫面咧起格都覺得好好玩嘅，因為佢個故事感係好強嘅。咁去到而家啦，第7集已經出咗重製版，重製版咧真係故事係一樣嘅，但係啲畫面重新設計過就變得好靚嘅。咁不如講下啲數據。Final Fantasy 系列咧，去到2023年，所有系列夾埋咧係賣咗1億8500萬份，
咁係一個非常誇張嘅數字。好啦，今日我哋講咗書本嘅第二個核心，渴望就一切成就嘅起點，唔係想要，而係必須要得到嘅嗰種渴望。但係呢度有一個問題，就算你有咗好強烈嘅渴望，如果你根本唔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咁又有咩用呢？希爾就話，渴望需要一個夥伴先至可以發揮最大嘅力量。呢個夥伴就叫做信心。但係你就會問啦，信心呢啲嘢係天生嘅喎？誒，唔係喎。書入邊話信心唔係天生嘅，佢係可以被刻意培養，而且培養嘅方法可能比你諗嘅更加簡單，更加科學。下一集我哋繼續講，拜拜。